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在我们崇拜前，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今天的服事的同工，为我们今天的讲员，为我们的司会司琴，为我们所有的服事来献上祷告，也为所有的设备都能够顺利的来运作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经历你的慈爱。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祷告，让我们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也为着我们早上的崇拜所有的器械设备都为主所使用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设备安排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而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全知的父神，感谢你使万物更新，在新年刚开始，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踏上生命的新的旅程。自岁首到年终，都有你的恩典同在，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愿遵行你的旨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尊名。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赞父其爱》新灵粮诗选第91首。我们以赞父其爱来敬拜我们的主。新灵粮诗选第91首，赞父其爱。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全首。我就在城市之间，你选我们爱无限。这爱更美，经历生活，吸引我们听耶稣。爱要保守，爱要保守。我们今后永稳固，爱要保守，爱要保守，我们今后永稳固。虽然宇宙逐渐改变，但是我身从不变。大地爱心，风和话语，向着我们永坚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哪里？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哪里？神的怜悯使我时刻，我口所夸，心所乐。从始至终，唯有爱人能得我命感我心。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连孩子都不离。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连孩子都不离。一生啊，我们现在同心歌颂你的爱，直到天上愿你呈现，我们仍是要怎样？但愿荣耀，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羔羊。但愿荣耀，但愿荣耀，永远归神和羔羊。请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现在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第29篇。诗篇29篇，请我们看台上投影片，按照司会与会众起应和的分配来诵读今天的起应文。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荒。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姓。愿上帝的话语常存留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请低头。主啊，我们为西非国家几内亚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教会来祷告，林口卫理堂曾以乐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主赐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现在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贺兆鼎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
天的经课两处，第一处在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第二处在使徒行传10章34到43节。以赛亚书42章，在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旧约789页，旧约789页，以赛亚书42章第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第二处经课在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教会圣经本在新约140页，新约140页，141页，抱歉。使徒行传10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常说，新冠抢走了我们的3年，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在尾声中听到上帝安慰。现在由诗班来为大家献诗，尾声盼望。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有王秀华姐妹要来转入我们的教会，加入荣光堂这个家庭。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会督黄宽裕会督来主持这个转入礼。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卫理公会荣光堂有一位姐妹黄秀华姐妹要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请秀华姐妹来到中间台前，面对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属上帝的，要保存到永远。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来劝勉人敬拜他，实现他的训诲跟真理，保持基督团契跟管教。培训训练信徒，引人信靠耶稣。现在站在我们面前，这位黄秀华姐妹已经受过洗礼，同时也得到教会的教导。这时候公开承认她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很欢迎黄秀华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必须一个公开的一个宣誓说，请问。秀华姐妹，你愿意忠心于卫理公会，借着你的祷告、见证、聚会、奉献、服务，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愿意。感谢主哈，我们听到秀华姐妹的尾声，那我就为她来祷告。请到，我直接按手到你的头上。愿主用你的大恩来护卫秀华姐妹，愿主的圣灵使你在基督真实的门徒和信仰上、团契上坚定不移。阿门。请面动会众。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就欢迎秀华姐妹加入我们卫理公会荣光堂的大家庭谢谢。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还没有，大家请坐，先让站立好。我们请牧师。执事会主席来颁发会友证谢谢。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会督来然后可以帮我们的秀华姐受洗，这个转入，她已经受洗过了这个是帮她转入那很难得会督因为很忙碌，所以他刚好今天来讲到，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转入礼。那我们教会有送我们的会友证书跟我们的这个礼物，我们要送给我们的秀华姐妹来请中间来。OK， 好，来，好，会督要跟你照一张相来，现在在中间。好，谢谢。我们秀华姐其实来我们教会很久喽她常常做一些好菜给我们吃。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恩慈小组聚会完之后，她都会做一些点心所以我们很感谢上帝，让我们的秀华姐，她说她找教会很久了，她希望能够委身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欢迎她，好吗？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她。世界上有些事情过去以后就不能再补了，不过有些事还可以追的。我们上个星期呢，有受洗入会者有入会者，然后那个圣诞节我们是不是唱过新生命？结果呢上个星期没有唱，那我们今天请诗班来补唱，刚好有我们的秀华姐在这边，对不对？好，那我们请诗班起立，我们来唱新生命。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新的生命。过去。
姐妹一起大声唱，好吧？把它学会哦。以下由本会的黄宽裕会督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的就职典礼、水礼与服事。各位龙湾堂的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回到龙观堂哈，应该是10多年前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哈。那当然10多年前不是在这哈，是在原来的地方。那时候应该是徐世强牧师的时候也曾经来讲过几次道。那自从新堂建立之后，好久也没来了哈。那我今天坐计程车过来哈因为我坐计程车过来是因为我师母娘家在左营所以就是坐计程车过来然后发现这里其实离卫武营蛮近的因为我在卫武营服役过2年所以发现这边是非常的熟悉那时候我在陆军的单位然后我夫人是在左营是海军的单位，我就是那时候去追我太太的从凤山开始做起点那后来上帝让我成功了那我是今年应该说去年了，好快去年才刚选会督我是在东吴大学担任校牧7年，然后被选立当会督，其实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以前都是在牧会，现在要主理整个一个宗派希望弟兄姐妹多给我支持，多给我带导需要主赐给我智慧。好，我今天的题目是耶稣的就职典礼，就是他的水礼跟服事在2天前1月6号是基督显现节我们又叫主显节在过去天主教会定它为基督显现节，庆祝耶稣几次的显现所以我们开始挂白色的这个记号显现期间是白色的我们纪念耶稣几次的显现第一次会讲到耶稣的显现就是他显现给3个东方博士其实不一定是3个，但博士献上3个礼物，所以我们就以为是3个博士他来献上礼物来彰显他向万民彰显的荣光，连东方的这些学者都过来的来宣告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他是要呼召世上人来知道他要做上帝的救主，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生活在平安喜乐里面。好，今天显现马上过来就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洗，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显示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下礼拜慢慢会讲到耶稣其他的显现，譬如在迦南的婚宴里面，耶稣在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代表新的时代要来了，要好上加好，原来的酒比原来更好，上帝要透过耶稣带来更新更有恩典的时代我们今天就回到耶稣的受洗。耶稣受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4个福音书都提到耶稣的受洗，可见这是非常的重要。在之前我们特别讲到显现节期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会到大斋节期了再过几个礼拜之后进入大斋节期，预备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是我们教会的年历。那我们回到显现节期其实显现节期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大家要宣告
耶稣是世上的救主，所以东方的博士就显现到耶稣的面前，到圣婴的面前，而且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们就下拜，而且献上了礼物。我们知道，在伯利恒，现在伯利恒有一个教堂叫主诞堂就主耶稣降生的地方。相传那个教堂其实门是很矮又小通常必须要弯腰才能够进去意思说，我们要朝见耶稣基督，其实要谦虚才能够见到他要献上礼物给耶稣基督，我们要谦卑才能够朝见他。而这三位博士，他献上什么礼物呢？我们知道，就是黄金、乳香、没药。为何特别讲到这3件礼物呢？当然都有它很深的意义。我们可以说，黄金是最珍贵的，代表珍贵的、宝贵的时间，我们宝贵的精力，我们的青春、才智，愿意奉献给上帝。乳香呢？乳香代表我们诚心的祷告，就像馨香之气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常常到神面前来祷告。没药呢，代表我们生活上的困苦，甚至十字架，愿意为主来承担。这象征我们愿意像这3博士一样献上礼物吗？这个礼物当然不是只是黄金、乳香、没药，而是代表我们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力量，是否愿意给上帝来使用？这是2天前显现节的提醒。然后今天也继续要提醒，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是要委身的，是要立约的，是要一个公开的仪式。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是立约主日，大家还记得吗？在元旦的时候，很多教会，包括卫理公会，很多教会就要让新一年度的执事同工要服事人员，我们有个公开的仪式，来表明对上帝的侍奉的委身委身是什么意义？其实我们了解，委身可以从耶稣的洗礼来看，透过耶稣的洗礼，发现所谓的委身就是一个向下的移动是要放下身段来服侍上帝的。我们在座有很多人要服侍上帝，不管你透过诗班，不管你透过执事，或做社区服务，其实我们都需要委身，而委身就是要向下移动，要委身在我们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透过洗礼来看洗礼跟服事的关联。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一个证明，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儿子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而且也加添了耶稣服事的力量，而且也证明耶稣在任何时刻，天父上帝都跟他同在。而洗礼呢，就是他正式开始的服事，他使命的启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就职典礼有时候我们执事会要开始我们一个就职典礼一样，耶稣在这个洗礼代表他要开始行动，他的就职礼拜。这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确有声音来证明这是我爱子，圣灵如同鸽子降临他身上，证明他的身份，而且加添他力量。在使徒行传第10章，彼得也说耶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就开始做各样的善事，医治甚至赶鬼，神与他同在。而我们知道耶稣在服事3年半的时间，耶稣经历上帝的同在，耶稣知道他的天父从来没有缺席，即使他经历过背叛，经历过低潮，经历过那个十架，那个死亡，耶稣在最孤单的时候，上帝没有缺席。而最后耶稣整个服事的高峰，就是他复活了，他预备升天之前，在加利利那边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服事跟宣教，跟今天的洗礼都很有关系。他的使命就是透过这次的就职典礼。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约旦河，他就蹲下去进入那浑浊冰冷的约旦河，但他进去之后，他开始充满能力的服事。我们要了解耶稣怎么开始他的服事，
他不像有些竞选人哈，有很多那个交通工具，有很多助选人哈，他也没有像那个君王一样哈，有个宝座，他也没有像英国女王有美丽的皇宫，有美丽的皇冠，他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一开始只是来到约旦河边，他蹲下来，他下去到浑浊的约旦河中，而且他不像有些浸信会的，他进入到那个干净的溪水槽里面，没有，他是进入到混沌的约旦河里面，充满泥泞的石头，他却愿意降杯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而这里到底要提醒我们什么？这提醒我们的是，耶稣的行动，耶稣的服事是一个向下移动的服事。耶稣的生来的标志就是降卑，他成为我们的仆人，他的心志是降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众人。耶稣从高天降落，他是神儿子，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位。他为爱我们降落到世上。他其实我们知道，他在圣诞节期间婴儿的时候，差点就被希律所杀。我们知道他一生经历许多的逼迫，但我们要了解耶稣他道成肉身。我们说圣诞节，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降卑的日子。圣诞节其实是耶稣基督降卑的日子。我们知道耶稣在圣诞节期间我们知道他很快在马太福音记载过之后，很快他就马上就长大了，转眼间他成为成人了，30岁他就出来了，他开始他的服事。他是无罪的人，却加入罪人当中。他来到约旦河中，他进行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强调那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但施洗约翰看到一个人来，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圣洁的人既然来到他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圣洁的人出现呢？施洗约翰当然不配帮耶稣受洗，但耶稣说应该尽诸般的义，因为这是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看耶稣的洗礼，要庆祝耶稣基督他降卑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不止降卑到这个地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洗礼在等着耶稣。这另外洗礼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洗礼不是用水来洗礼，这个洗礼是用血来洗礼。因为另外一个洗礼，耶稣要经历过那个鞭打、荆棘冠冕，经历那个钉痕，而且他肋旁的枪痕，他用他的血淋在他自己的身上，这是另外一个洗礼。耶稣他经历2个洗礼，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血的洗礼。第一次他在约旦河的洗礼为了我们，而第二次呢，另外一个血的洗礼也是为了我们。在约旦河的那个洗礼，他没有溺死在水中，他蹲下去，他起来，他用他的脚起来，开始他的服事，这是第一次的洗礼。而第二次他浸在血中的洗礼，他没有起来，他死了。我们知道他好像溺死在黑暗当中，他钉十字架就断了气，上帝离弃了他。然而感谢主，这个第二次洗礼，上帝让他又高升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开始另外的使命，而且也差派门徒在我们当中，一直到如今。所以我们今天刚好可以来思考，透过耶稣的2个洗礼，今天的学习的洗礼跟服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关联。那关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勾蛋，要走下去，蹲下去。洗礼的一个意义在这。然后当我们蹲下去的时候，才能够走出去，带着使命走出去。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老是受世上的观念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是想要往上爬，向上高升，
我们要得到家人的肯定、学校的肯定、政府的肯定、世人的肯定、世界价值观对我们的期待。这是我们不断在这世上竞争，要往上爬。这当中我们会积极努力，但是我们在当中也有很多人受了伤害，彼此的伤害，因为我们都要追求那个高位。有时候我们常常往上爬多少，有时候我们也会被拉下多少。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在这个竞争里面，我们迷失了，因为我们只想往上爬。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话，都是要往上爬，包括我们的服事，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参与耶稣基督对世上救赎的计划。因为耶稣救赎计划是往下、向下服事。如果要参与耶稣基督服事，如果要得到上帝的肯定，我们必须明白学历跟服事的关联。有时候我们需要经历那个最低潮，经历那个破碎，承认自己的软弱，最低的时候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关联性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下去医治人，出去医治人，有时候我们会走出自己的病痛；有时候我们下去或出去，使别人得到富足，我们反而走出贫穷。当我们愿意去启发别人的时候，我们反而走出无知。有时候我们生命的破碎，面对我们的破碎，有时候反而让别人得以完全。我们的牺牲反而让人得着生命。这是耶稣的榜样。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学习他的降卑，我们必须如此。我们要降卑的服事。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位是耶稣的真门徒，我们说我们有耶稣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就必须学习耶稣向下走，成为最卑微的人去服侍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自抬身下，有时候我们都会自以为意，有时候我们会带着骄傲，那我们很难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当我们愿意降卑的时候，才能够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破碎，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骄傲，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那关系。你的服事才会是正确的服事，不然我们的服事有时候会反而带出一些伤害。我们首先要学习是要降卑，而且要知道我们跟上帝那个关系。这里有讲到 to being 才能够 to doing， 这是英文to being 就是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就像父子关系的相处在一起 to being， 你才能够去 to doing。你要先 to being 跟上帝美好的关系，自然你就会去 to doing， 知道你该做的是什么。这里洗礼提醒我们要勾淡，要破碎，要往下走，你才能够 go out 或 go up。我们要学习耶稣，跟他一样进入浑浊的水中，跟他一样进入死亡的水中，象征死亡。或许觉得很严格，但是当你经历了，就知道这里面是有好消息的。当我们知道那降卑的意义，知道什么是勾淡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上帝恩典。你的生命是否曾经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呢？有些人有不愉快的童年，童年很多伤害。有人在婚姻当中被伤害，婚姻是破碎的。也有人经历到事业的失败。我想在座或许有人也经历过丧亲之痛。或许你曾经在一个不能再低的深谷里面，甚至你跟你所爱的人越来越疏远。
或许你也感觉到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或许你觉得这个世代的变化太快了，让你有不安全感。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哪一种情况底下？或许你曾经经历过那种混沌、迷惑，甚至羞耻，甚至充满无力感。的确，有时候我们要降卑到这种地步，经历那个混沌跟软弱。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诚这些。今天好消息提醒我们如何在一个降卑的情况下发现力量，得到力量。我们常常想要得到力量，我们想要单独得到某种祝福，为自己得到某种好的利益，但是这都是不对的。这里提醒说，我们无法单单为自己而获得力量。那个力量是当你在服侍的别人当中，你才能真正经历力量。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你在服务别人的时候，反而经历那个圣灵的充满，那个服侍的力量。你曾经经历过什么低谷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水里，你进入那个水中了，混沌，不知如何，但我们要走出来，要 go out， 这是洗礼的意义。或许你有一些难以承受的经历，但是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跟他同受这个洗礼，你要同死同复活，耶稣基督会再次复兴你，圣灵会充满你，将你复兴，也可以带来四周邻舍的祝福。我们前阵子常常看到这个见证哈，这个以前好像10几年前常常会邀请他来哈，澳洲的尼克出生就没有四肢哈，他的确多次想要把自己溺死哈，因为他这样的人如何会有丰盛的生命呢？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他也经历特别的洗礼，那特别的低谷。当他被挑战出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到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也得着的能力，他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有时候上帝使用我们的破碎，使用我们的无能，使用我们曾经被伤害的部分，让我可以去服侍别人。最近我师母有参加一个护研事工哈，那护研是有个机构在推动哈，就是希望一群人聚在一起，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被上帝复原。那复原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承认你的破碎，知道你的破碎的地方在哪里。有些人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经历到很多的伤害。在这复原施工的时候，了解你自己在过去里面的破碎是什么，上帝再次让你得着医治。10多年前我在板桥牧会的时候，有一位牧师李国阳牧师，他那时候还是传道哈，我们跟他互动很多，他是灵粮堂的一个协理传道板桥灵粮堂就在我们教会附近隔壁。他是一个我们说是个更生人他就是先在前面为这个人按手那一位这位川南社的那位李国阳牧师，他其实也吸过毒但是后来上帝呼召他也是在牧恩之家戒毒成功的其实牧恩之家的办公室也就在我们灵养区附近，他在屏东有好几个点，有做更生人的重建给他们那个一些工作的技能教导他们，也有做一些中辍生有少年之家还有也某些地方是来戒瘾的，特别毒瘾我去前2年去参观过他这几个单位，做毒瘾酒瘾的不容易。这些人要那边生活，而且他们在那边会在发酒瘾的时候、发毒瘾的时候，那牧师都要陪伴他们，那是很辛苦。他们常常会逃跑，又把他抓回来，甚至会叛逆你，甚至会伤害你。
胡阳牧师就是这样陪伴他们，因为他曾经在那里接受上帝的医治，他也曾经受到毒瘾的影响。那牧恩之家早期是宣教士所建立的，现在由他去负责。他在2019年得到那个传上奖的得主，我很佩服他。就前2年去参观他也上帝就使用他的破碎，因为他在板桥在灵粮堂陪他几年，上帝呼召他，让他回到他以前在那边曾经破碎的地方，破碎他自己的地方，重新上帝使用他去帮助这些人。我们相信这样的人也是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也跟耶稣基督一样，经历过水跟血的洗礼，但他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蹲下去，面对他的问题，出来服侍众人的时候，上面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是上帝儿女，我们会被肯定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经历过几个洗礼呢？其实我们要经历水的洗礼，还有血的洗礼。血的洗礼代表你生命中的低潮，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经历它。有时候过程不好受，但我们相信会有肯定的声音，圣灵的加持。有时候我们在这当中学习谦卑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会经历一些死荫幽谷，但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面对我们问题，我们会被上帝医治，我们会被兴起，再次做好服事，来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所以今天的提醒，洗礼跟服事之间有很重要的关联。我们如果要在生命当中得到力量，我们必须了解这个关联，我们必须放下身段，我们必须降卑，然后起来服事，你就会经历到那个更新跟力量，上帝的肯定跟加添。我们经历到生命中的泥泞，生命中的不舒服、死亡跟血，但我们来到主面前，因为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因耶稣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上礼拜也是立约的主日哈，通常立约主日我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重新来读洗礼哦，就是洗礼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约定哈。今天刚刚有那个加入礼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加入礼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每次有人受洗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跟上帝的立约。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洗礼的这段经文，我们再次来重申我们在领洗时候那个誓言哈。所以我们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读这段洗礼所领受的誓言，再次跟上帝立约，就像耶稣基督跟上帝立约一样 ，Go down and go out。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圣上帝的儿女。我们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当又愿意爱人如己，在信仰生活上走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感谢主，我们再次被提醒。然后我记得我好几年前听到一篇的讲道是马来西亚一个牧师卫理公会的牧师，他讲这篇讲道我想再延伸下去，我们今天洗礼跟服事的关系，其实我们就是要过的立约跟上帝立约的生活但他很有趣，这位黄约辉牧师跟我一样姓黄，他就说我们卫理公会要过的是驾着BMW 的立约生活那 BMW 不是真的那个名牌的车B 呢就提醒我们要回到圣经，以圣经为基础，
然后发挥卫理公会卫理的精神 Methodist， 然后进入世界。其实我们也明白，上帝话的确是我们的根基哈。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就提醒我们，也为我们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读圣经让我们可以成圣哈，就是说用真理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每天有没有根基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点非常重要。你一天哪个时间愿意好好来读圣经、默想圣经？读圣经可以让我们成圣，因为耶稣说用真理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卫理公会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鼓励弟兄好好来读圣经，这非常重要。另外第二个部分，那个 Methodist 其实是约翰卫斯理在他的圣洁运动当中对我们提醒。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带来英国教会的复兴了，甚至整个英国社会的更新了。其实这是约翰卫斯理两个很重要的圣洁观哈。他强调 inward 我们内在里面的圣洁，还有 outward 外在的圣洁，还有社会的圣洁。所谓内在的圣洁，就是你对上帝的爱，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爱上帝是否超过一切，这是内在的圣洁。而外在的圣洁 outward 就是你对邻舍的爱，对周遭的人的关怀。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耶稣也常常用：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们上帝，还要爱人如己。所以这句话耶稣说圣经讲的要爱人如己，就是要爱神又爱人。所以约翰卫斯理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爱神的时候，要操练我们内在的圣洁，就要读圣经，就要祷告哈。所以约翰卫斯理他有内属灵的操练。约翰卫斯理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祷告哈。我前阵子挑战自己，5点起来祷告，后来越来越晚，越来越起不来。但是这个都是要挑战，他这个习惯保持到他过世60年，而且他参加各样的礼拜，常常讲道，而且他礼拜3、礼拜6都会禁食祷告，他会服侍来操练他的内在的敬虔，甚至他特别鼓励我们要参加小组。敬虔不是个人敬虔，一定要参加小组哈。我知道，我们的蔡牧师很认真推动那个小组聚会。我们在群体当中必须要彼此的劝勉，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在个人圣洁上的操练。另外，outward的圣洁外在的操练呢，约翰卫斯理他所做的就是去探访人，去关心人。他早期也是跟一些朋友去探访病人，照顾病人，甚至去看快要过世的人。他也开设学校，去帮助一些贫穷的孩子有机会来能够认识字。他也常常去监狱去探访，他每个礼拜有3天去关怀监狱的人，很不简单。他也聘请律师来帮助这些穷人，提供医疗服务。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卫斯理最后带来整个那个社会的运动，开始有很多的更新一些救济院、一些关怀的事工就起来了。最重要的是，他愿意每一天奉献钱来帮助穷人哈。你知道吗？他第1年的薪水就有30英镑他刚开始来大学教书30英镑，但是他第1年只存2英镑，因为他用28英镑当他生活费。但是以后他不管收入多少，他只用28英镑，所以他第2年薪水加倍变60英镑，他还是用28磅，剩下都捐出去哈。到了第3年，他就倍升到90英镑。后来上帝祝福他，他出的书那个版税越来越多，他的薪水可以抵好几十个大学的教授，但是他永远就存下28英镑。所以我们知道他过世的时候，他只剩下几根银汤匙、一些钱、一些书，因为他都乐意奉献出去了。所以他这样生命就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影响了英国的社会哈。
内在的圣洁跟外在的圣洁。最后是 W，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耶稣洗礼的意义。最后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出来他的家乡，接受洗礼，进入这个犹太世界，开始面对这个挑战。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也差遣门徒，我怎样差遣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到这世上。所以我们都是蒙上帝的差遣，进入这世界来服侍他。我们也都必须透过洗礼。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洗礼，但是我想洗礼更深的意义就是接受上帝的呼召，学习耶稣的榜样，向下移动，愿意勾担，放下身段，甚至经历低谷，用谦卑的心出去服侍神，服侍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来到世上，承担使命，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也让他降卑来服侍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这样的功课里面学习。我们服侍要学习谦卑，学习要放下身段。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个人的利益，那是为了主。恩待我们生命中的破碎都能够被你来医治。我们愿意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的伤痛，我们愿意再次被你来复兴。主恩待我们，在这洗礼当中，在愿意降卑的当中，经历你圣灵的加添，让我们可以起来服侍我们周遭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左右邻舍。谢谢主。这样的交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谢谢会督为我们阐述上帝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我们现在同声来诵读今天的圣经金句，马太福音3章17节，我们来读2次，请。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让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157首《耶稣我主》回应上帝的爱。心灵粮诗选第157首《耶稣我主》，会众请起立。第2节，我们请弟兄来唱。你爱真是
唱第4节。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那么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即可。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现在要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的合宜，荣耀你的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同颂向主献成歌。请问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没有，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要唱2次。第2次彼此问安的时候，为了大家健康，我们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
兄姐妹请坐。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黄宽裕会督来传讲信息，请我们大家为了会督的家庭以及总会的事工来祷告。现在呢，我们要送一点小小的纪念品给我们的会督。今天有王秀华姐妹来转入本堂，欢迎加入我们荣光堂的大家庭。那主日崇拜后呢，我看11点20分应该是来不及，11点30分吧。11点30分我们在201教室举行小组长会议，那12点半在同一个地点，就是201教室，要接续召开1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及小组长等相关的同工留步参加。是这样子哦，本来是说你们要在大堂哦，可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那大家知道呢，诗班唱诗歌哦需要深呼吸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有比较宽敞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到我们的教室去练习，我们都是在这边练习啊，那很抱歉，那请我们执事同工委屈一点，你们就到201教室去开那个小组长会议还有执事会议，那地点和时间请注意。第二点就是教会2023年教会年历呢是马太年，年度目标是荣光之家健康的教会，期待我们高雄荣光堂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那这个星期六呢，就是1月14号早上10点，有张逢源弟兄和于文琪姐妹要在本堂3楼举行婚礼，请大家为新人祝福关心，也欢迎大家来观礼哦。那文琪 Kiki 呢？我们比较早的会友就知道他也是我们荣光堂长大的小朋友。他的阿姨就是我们的那个涂老师啊。那他因为近年呢都到台北工作了，所以呢我们有好多年比较不常看见他。但是呢，11月14号欢迎我们大家有空的话能够来参加在这边来参加他的婚礼啊，为他们祝福。那也请大家为这个新的家庭来祷告。那下个星期天呢，陈启凤牧师将到本堂国台语2堂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来聆听。当天呢，蔡牧师贤伉俪要到小港卫理堂去关心，他是代表总会教会增长委员会前往的。那下主日1月15号下午2点半，基督化家庭事工部门徐德强执事太感心了，你要不要下来报告？哦，好。不过在这里可以招募人员，对不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啊，对不对？好，那就是下个星期下午2点半呢，基督化家庭事工部门呢，徐德强执事他要率领各小组进行教会的清洁。各小组意思不是小组长哦，好。不是只有小组长来而已啊！那他要率领各小组来进行教会的清洁工作，因为要过年了嘛哈。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留步，欢迎报名参加。详情呢，请阅公布栏。那后面括号，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没办法啊。好，那我们就请德强执事你讲几句好了。延后到某一天大家比较放心的时候，我们再举行。那么但是我们活动还是有，就是我们有这个寻宝游戏，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打扫很认真的同工，他会发现一些像是那个复活节彩蛋的惊喜。他只要找到这个小纸条或者小纸片的话，我们就会兑换一个小礼物给大家。当然不是什么抽到 BMW 汽车或是 iPad 这种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小惊喜的礼物，提供给大家弟兄一些奖励。那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的执事年龄已经慢慢在就是我们在世代交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新执事呢，平均年龄应该都是50岁以下的，啊，对，好，所以呢，他们呢，我觉得他们加入这个新血轮以后，我们教会一定会有新的气象。那请你们放心大胆的去做该做的事情。好，那1月22号就是1月的第4个星期天呢，适逢春节，就是年初一，教会呢要举行新春的感恩礼拜，国台语堂要合并举行，欢迎弟兄姐妹在大年初一一同来参加敬拜。那教会在当天要发赠新春的红包袋。欢迎大家当天前来领取。据我所知，那个红包袋非常的特别，大家一定要来领了哈。好，那今年呢是我们卫理公会的社教70周年，总会从1月1号到3月12号预备有70天的祷告手册，邀请弟兄姐妹为了卫理公会社教70周年来祷告。那我们可以向办公室来登记索取祷告手册，送完为止。那为了提升台语读经的能力，我们蔡伟文牧师将在2023年2月份开始，每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他要开办一个台语读经班，为期4周。读经的内容是从马太福音5章1节到7章29节。欢迎即日起呢跟牧师报名参加。我自己的母会在基隆啊，他们那个台语读经班。从我那个好像小学，一直到我离开，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有他们就是每个早上8点，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读经班。那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台语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言语啊。我们学文学的人呢，一定要会讲台语，否则没有办法作诗啊。所以呢，这是个美好的言语。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5个人以上才开课啊。那112年春季致富学院呢？我昨天已经看到简章了，所以已经可以开始报名。那本期有加开以下这几个新的班级，欢迎报名参加，同时也有欢迎大家去找朋友邻居一同来参加。我们为了这个招生顺利来祷告。2022年第2学期为神推广教育魔性五经啊，这个课程即日起开始受理登记报名，2月17号前完成报名与缴费。那这个课程会开放实体跟线上同步进行。那上课的时间是从2月24到6月2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授课的地点就在我们荣光堂，老师呢就是非常棒的蔡慧秋博士。详情内容大家呢可以在公布栏来看。那教会星期4祷告会跟我们主日国台语堂的崇拜呢，都以实体及线上直播并行。假使你的身体觉得不太好，怪怪的，那就请你尽量用线上崇拜，不要，我就直接说你不要觉得怪怪的还跑来这样子啊。好，那弟兄姐妹呢，关于奉献方面，你可以做实体的奉献，也可以利用转账、信用卡，或者是直接拿到办公室来。如果你用转账的话呢，你要告诉办公室你汇账的最后5码，这样呢可以方便他们的会计作业。那这边报告一下，我们新任的执事会负责各项施工部门的执事如下：会友与布道关怀是萧天一执事，牧职关怀黄介良执事，社会关怀刘世文执事，产业管理廖俊奎执事，基督化家庭徐德强执事，基督教教育是李淑一执事，受托暨财务部门呢是林宏林执事，崇拜与圣乐部门是翁荣泽执事。请我们为各部门的执事来祷告。那因为疫情升温，确诊人数增多了，请弟兄姐妹呢，要放寒假了，大家能够随时都戴好口罩，减少群聚跟用餐。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防护，注意旁边的有没有哈啾咳嗽，离他远一点哦。那也为了确诊的家庭及弟兄姐妹的身体治疗恢复祷告。那今天呢，身体不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待会儿呢，我们在殿乐中的时候来提名为他们祷告，我在此就不再多说。那出席人数以及奉献表都在我们的周报后面，请大家观看。然后大家今天会不会看到我们的周报有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国语堂就看到有一页的程序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不是没有关系哦，不是没有关系。
这都有关系的。是这样子，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周报改版了，将国台语堂还有所有的报告、奉献所有的事项，全部都印在一份上面啊。那不单单是环保的问题，也是我们肢体相互的关心与了解，还有上面很重要的有一些我们就是我们听道理以后呢，上面有一些问题，大家呢听完道回家以后呢，可以再重新思考看看，从上面的题目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来回忆记得一下我们今天所听的道理到底是什么，还有思考一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周报就改版成这样子。那请大家把它拿回家看，不要随便就把它丢掉啊。好，那请问牧师有？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跟报告哈。那有可能很多人对于会都还没有很认识跟了解，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教会里面要有监督。所谓监督，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他必须要做一个教会里面的监督者，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合于上帝心意跟道路当中。所以会督就是教会的监督所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会督祷告，因为他总会的工作相当的繁重他相当是如果以长老教会来说，就是长老教会的议长兼总干事所以是一个执行长，又是一个会议的主持者，所以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工作。那他的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请那个黄师母让大家认识一下谢谢。好，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虽然他不一定会出来讲话，但是他是一个支持者，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牧家也都能够一切蒙恩。那我们也特别请我们的执事们注意就是我们12点半开执事会，但是我们等一下11点半到12点半有1个小时的时间，会都可以跟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所以请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们，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长会议，或者是参加其他的会议的话，请我们到6楼的地方，我们前面的地方我们有小桌子会议桌，那边可以跟会都有一些畅谈。那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要对总会有一些了解，或是有一些事工的一些认识，也可以欢迎参加。但是人数不要太多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安全的状态。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台语读经班，很多人说那是台语堂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有5位报名了，有2位是台语堂的，有3位是我们的华语堂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这个我是华语堂的，我就不需要念到，其实也可以，就是你可以参加，然后也许你可能还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没有关系，牧师会带着大家来读这个汉字版的台语的圣经，所以我们不会去读罗马拼音所以不用担心那个 ABC 看不懂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读这个汉字版的这个台语的读经。那我们主要是读经，不是要去这个研究字义研究了或者是要去那个注意那个很深的那个一些的音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请大家来这个就是欢迎你们来报名，欢迎大家来报名。那我们会在2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我们就会开始上课所以请大家来关心。那我们各个小组，我们也会有陆续在今年也会有一些的小组里面的立约，那也请大家在小组里面跟我们的小组有一同立约的时间，像今天会都带我们在教会的立约，那我们在小组也跟小组有立约，让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新的年度当中有新的开始。以上，谢谢。我们诗班1月22号新春礼拜呢，我们就要唱台语的圣诗。我要求他们是唱罗马拼音的，诗歌嘛，诗歌应该要这样子，我是很严格要求的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那个。然后我们非常欢迎黄师母，她声音实在太好听了，我今天都在听她唱诗歌。好，那以上报告，我们今天聚会进行到这里，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
们一起来领受来自天上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在，生命充满力量，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到，待会儿欢迎你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诗班10分钟后集合。